都失去意義㗎啦。OK， 點解呢？因為3萬點就代表係過去由18年到一刻持貨嘅人啊，即係唔計高追嘅，大部分都贏緊錢，贏緊錢嘅觀望氣氛就非常之濃厚。OK， 導致到少人沽出，多人想買入，淨流入一定大過淨流出㗎嗰段時間。OK， 咁個市又好簡單，升2%、3%、4%咁，講緊幾 percent 一日嘅升幅。即係2、3、4% 喺度當3日啦，已經10% 啦，33000就已經上到3萬點就已經上到33000點以上嘅。所以咧，我就話一上到嗰個位置嘅機會咧就冇咗啦。個機會成本就係講緊你冇理由用1成嘅 profit 去搏一個3成嘅跌幅㗎，係咪？係咁，所以咧去到我嗰個叫做upside 唔多，downside無限嘅情況當中咧，我就唔覺得係一個投資嘅時間啦，咁咯。好啦，嗱，答翻大市嘅方向先，我用呢個電話會好啲嘅，得啦。因為我用緊個 WiFi 彈咧，我唔知今次用呢個 share 唔 share 到出嚟，試下先。分享螢幕截圖，見唔見到螢光幕㗎？我想問下，見唔見到啊？見到。見我唔好鬼睇我樣啦。好啦，嗱，咁暫時咧，今日咧就26100點啦。好啦，好簡單嘅啫。嗱，先睇個周線先，先睇下周線。個周線咧 exactly 就26100點嘅。OK，咁日線咧就喺25924點。好啦，嗱，兩條線都相對地啱啱企喺個均線左右嘅。OK，咁呢段時間就尷尬啲嘅。咁對上所講啦，嗱，對上嗰個禮拜咧就係講緊25700點，今日就25900點啦。好啦，咁就用25700點嘅99咧，即係唔穿25400就唔使走啦。嗱，今日因為條均線拉咗上去啊嘛，25924點 ，OK， 啊，咁即係話如果未穿26600點咧，都可以即係觀摩多陣嘅。嗱，穿咗就要走啦，穿咗就要走啦。OK， 好啦，但係冇貨嘅情況底下咧，就幾時可以買咧？咁樣樣嗱，用25924就乘1.01啦。好啦，26200即係今日未得喎。好啦，咁但係你望埋譬如係周線啦，嗱，周線就係26101。OK， 26101 1.01就係26400啊，4.5就得噶啦。即係話今日嘅道理就係26100可以 hold 半倉，26400就可以加倉，跌穿25600點咧就可以唔走住。OK， 如果冇貨嘅話，就可以26100點，即係啱啱今日當係今日啦，俾埋佢都爭5點啫。即係起碼呢段時間可以見咗你冇乜信心嘅話，見1/3倉先。OK。當嗰條均線上埋去26400以上咧，就可以見全倉。OK， 好啦，咁買咩貨啦？嗱，一係就7200啦。OK， 即係南方 double 嘅基金，一係就穩穩陣陣2800啦。OK， 因為啱我之前所講啦，2800對比起過去好多嘅藍籌股咧嘅過去1年嗰個 beta 咧都係 under 盈富基金嘅。OK， 所以咧暫時嚟講咧，過1年咧理論你用呢個就明㗎啦，stop 咁樣啦。好啦，跟住咧就撳翻呢個2800咁樣啦，盈富基金。好啦，跟住就進階嘅圖表對比700咁啦。OK， 對比呢度撳股票700咁啦。好啦，咁呢幅圖咧整清楚話咗俾你聽啦。過去講緊係1年圖嚟嘅呢個1年圖。OK， 1年裏邊，我寧願買盈富基金，綠色盈富基金橙地色嗰啲嘅騰訊啦。1年前理論過去1年咧，你好少見到呢個騰訊高水過盈富基金嘅，除咗上年10月。OK， 上年10月至12月咧，騰訊係高水過盈富基金，但係個比例都係好少嘅啫。OK， 但係低水嘅情況咧，騰訊成日低水，尤其是呢一刻。OK， 呢一刻抹個低水咧，抹咗好闊。你要知道騰訊係權重股8%啊嘛。OK， 其中一隻權重股嘅8%。咁抹到闊到咧，理論騰訊如果跟住叫做盈富基金即係大市咁走嘅話咧，理論今日騰訊係610蚊左右嘅。OK， 但係今日騰訊只係470幾蚊嘅啫。
OK，所以相對地，我自己覺得咧，如果你話要買嘅話咧，今日就應該要買騰訊啦。OK，因為我邊隻高邊隻低水咪買邊隻咯。好啦，咁你甩翻落去咧，盈富基金對比下，我當係恆生指數咧，總有段時間係高低水噶嘛。呢個方法嗱，本地指數錄唔錄到啊？好啦，跟住咧同一個方法啫，恆生指數咁嗱，跟住就一樣啦，進階圖表，跟住就對比股票。呢度咧就撳翻2800啦。嗱，理論啊係睇齊嘅盈富基金，OK。但係雖然係睇齊啦，理論啦，但係總有啲高低水嘅喎。即係譬如呢段時間咧就平水到不得之了㗎啦。即係你見到兩條線咧好似交搭埋一齊咧，喺6個月再清楚啲，兩條線好似交搭埋一齊咧，但係總有高低水時候嘅。OK，即係例如係咩咧？例如係呢段時間啦，即係一年之間唔係好多嘅啫。即係呢段時間講緊11月尾啊，即係你見到係盈富基金係略為低水過恒生指數。OK，咁即係話呢段時間有套戥咯。即係你呢邊廂我買呢個叫做期指下跌，嗱邊廂我買盈富基金。OK，即係等佢哋平衡翻。即係只要佢一交跌咧，雖然個利潤唔多，OK，但係都係一個好穩陣嘅投資嚟嘅，OK。但呢個方法咧，嗱呢個做叫做盈富基金啦，有段時間就係講緊長期上年8月至10月咧都略為低水咗嘅，OK，即係略為高水咗，總之略為高水咗，OK。即係一有高低水就有呢個圖騰走出嚟嘅原因就係咩咧？因為盈富基金利率係同恒生指數成99點幾%嘅正比，OK。同樣一個道理，同樣一個道理。如果你話700咁樣啦，700好啦，騰訊對比啦，即係話一略為叫低水咗，見唔見到？同盈富基金一樣嘅，OK。咁呢個就藍籌股高低水比例啦，即係譬如係我上個月話五號仔啦，咁有低水總會有高水噶嘛，咁五號仔咧就叫做相對高水啦，OK。即係呢段時間咧就唔應該買五號仔，即係呢個邏輯性啊，OK。咁幾時應該買五號仔啊？略為低水嘅時候咧，即係上年嘅8月至到11月嘅時間，咁樣五號仔低水咗喎，咁一到10月打後咧，佢係發力啦，一嘢衝咗上去，1月就已經平水啦。咁即係話呢段時間叫追落後啦，咁甚至乎一係叫高水咗啦。OK，好啦，咁係咪一到平水就走咧？唔係，如果過咗平水而交跌翻落嚟，你咪走咯。OK，或者本身呢隻股票自己跌穿翻佢嘅自己嘅SMA 嘅移動平均線嘅日線或者週線嘅日線或者日線嘅日線，咁你各一半走咗咪得咯？咁咯。好啦，咁嗱所以我就話五號仔同埋一隻9988。同埋騰訊呢三隻已經係代表緊24% 恒生指數權重㗎啦，其實唔止24嘅，因為佢每季調到8% 啫。OK，咁但係一調8% 之後咧，日常交易嘅波幅嗰個權重啊，即係佢計埋一個流通係數咧，個權重咧會高過8% 嘅，即係可能有9點幾啊咁樣。所以呢三隻加埋，因為轉數太高啊。OK，所以呢三隻轉數高嘅情況底下咧，尤其是騰訊同埋阿里巴巴咧，永遠都係頭一二啊。咁匯豐相對地轉手率或者轉手金額咧，就係相對冇咁高嘅，即係匯豐啊。OK，咁所以但係咧，因為佢嘅流通係數高，所以呢三隻嘢已經佔咗恒生指數嘅1/4啊。OK，咁你話真係恒指要升上去，我自己咁睇咧，就係要望住。即係呢個騰訊又好，匯豐又好，阿里巴巴都好啦。呢三隻嘢真係大牛市當中咧，永遠佢嘅啤打係數咧都係高過恒指嘅。OK，但係略為短期之間咧，講緊9988同埋騰訊都係低水嘅，即係舊經濟股發威。OK，即係匯豐啊，中國銀行啊，呢啲咁舊經濟股941啊呢啲咧就發威緊。咁咯，係啦。咁如果唔係呢啲咪舊經濟股托住咧，即係相對地如果真係要計翻恒生指數咧，應該要落翻24000點㗎啦，就係咁咯。好啦，咁嗱啱啱所講啦，嗱幾時等等用呢個係 OK 嗱個大市淨係望大市啫。
好啦，即係如果大市啊，今日你話哦，我坐咗半倉嘅 OK，或者1/3倉都 OK，OK，但係你要望住，只要穿25,600就好走啦。咁曾經喺呢個4月尾嘅時候咧，有兩支針，嚟你睇埋。係啦，好啦，睇埋陰陽燭咧，曾經有兩支針，曾經喺收市之前啊，咁就跌穿咗條中線嘅，即係呢個日線嘅中線，即係保利加通道日線嘅中線。咁呢度 set 嘅啫，保利加通道跟住就參考數值2同20得㗎啦。OK，唔需要咁敏感。咁即係話過去嘅升幅得兩碌燭咧，兩碌燭啫，曾經跌，但係未跌穿超過1%。咁1%咧就係右上角黃色嗰粒數乘翻99%，即係0.99啦。咁今日嘅數值45入就25,600，喺晏晝3點半穿咗你就好走啦。OK，好啦，再如果佢升穿翻上25,100咧，最多你追翻嘅啫。咁嗰度講緊係500點拍2%咧，呢2%你當買保險啦，呢2%唔係人賺嘅。咁但係過去呢兩碌燭咧，都冇跌穿，所以我就話對上所講冇跌穿25,400，咁你就可以 keep 住。而因為個移動平均線呢個禮拜 V 咗上少少啦，所以今日個數值咧就係25,600點，就係最後嘅護城河。OK，但係如果進取啲係追嘅話咧，就要睇呢個周線啦。OK，追就話26,400點以上就要追，個道理就係好簡單嘅啫。OK，咁你話唔係喎，屌追咗上嚟，好似上年嚟緊啱啱1月咁，啱啱穿咗26,100，又重新衝過上去28,000，又回翻落嚟，係咁呢段時間就應該喺2月尾就要走咗去啦。OK，即係曾經風光，但係回翻落嚟，因為牛皮始終啊嘛。好啦，咁但係代表咧呢段時間個大市未上得。OK，即係我哋賺嚟賺去咧，就係賺條黃色線嘅軌跡啦。OK，即係話跌落去，我要避開下跌幅度咧，就係當係3個月圖裏邊咧，就喺2月中至月尾咧，佢真正跌穿咗啦。OK，好啦，咁你就避開咗嘅情況咧，佢從來冇升穿咧，曾經喺3月中咧有個假穿嘅，曾經有假穿，但係都未係到入市嘅息路。OK。咁所以佢 V 翻落嚟嘅情況底下咧，去到4月頭先係真正係25,600或者25,500點嗰下咧，就 V 翻上嚟咧，直到一刻就冇嘢好搞㗎，咁 hold 住就可以啦。OK，咁你入嘅貨咧就係可以望翻呢個盈富基金或者大市對比佢嘅藍籌股，對標翻佢嘅權重，就係咁啦。OK，即係我見到啲同學仔全部都有 send 俾我嘅，即係揾翻嗰14隻藍籌股嘅權重，或者嗰90隻藍籌股嘅比例，邊啲係略為低水而業績冇問題嘅。即係話，如果你見到佢低水咗喎，但係業績譬如佢低水4成嘅，但係業績倒退6成喎，咁你就呢啲就本身有問題啦，明唔明啊？但係個問題就係，哇，佢冇低水喎，就譬如係我之前所講啦。當係3750先啦，變咗藍籌噶啦，寧德時代。OK，好啦，咁嗱，因為佢上市就係講緊一年啦，即係講緊1年圖啊嘛，即係大市恒生指數對比寧德時代，咁基本上咧佢唔夠1年嘅。OK，係啦，咁但係唔緊要，即係講緊接近1年啦，但係我當係夠先啦。OK，好啦，即係話呢段時間咧，佢上年5月尾去上市，差啲啲啫。好啦，咁呢段時間就望埋恒生指數咧，即係相對地都叫正比嘅，都叫正比，即係大市升佢都識升啦。OK，即係就咁望呢個圖咧，一定係唔係負數值啦，一定係正嘅。OK，好啦，咁但係略為相對地咧，呢段時間佢 V 咗落去。講緊係呢個500 V 翻落嚟去配股啊嘛，佢 V 翻落嚟600上翻600點，OK 600蚊，OK 好啦，咁你話可唔可以買呢隻咧？我覺得呢隻嘢 OK 嘅喎，嗱佢冇乜高低水喎，但係呢隻嘢咧，佢第一季業績咧係3750啊，即係雖然佢平水，再加上因為佢嘅業績咧，淨係講第一季啫，6啊。好啦，就話哦，相對地，呢度，啱啱佢配咗股啊，OK，就係集咗390幾億，
OK 就喺628蚊，OK，所以佢一定有沽壓㗎啦。由5月3號開始，我哋咪睇翻個圖表咯。嗱，譬如3750啦，OK，喺5月3號開始，即係話啱啱喺5月之前咧，就係有個沽壓，就係講緊配貨嗰下，就係講緊由700幾蚊，即係當然啦，配貨一定係唔係配俾街㗎啦，即係呢隻嘢亦都夠大啦。我喺高位沽咗貨，喺低位攞啲 discount 嘅 pacing 攞到貨啦，咪還翻沽空嗰部分咯。係啊，咁即係好正常一個操作，就係喺高位抽水啊嘛。OK，好啦，咁但係你睇翻呢隻嘢本身嘅業績咧係 OK 嘅，咁呢個會睇會好啲啊。業績撈得好慢啲等等。好啦，第一季業績就係講緊咧，就揾個每股嗰條數就得㗎啦。按道理就呢粒數啦，快睇啦。好啦，3.18就上年第一季，4.58就係今年第一季，咁即係增長咗44%喎，對比增長44%，但係佢冇高水好多啫喎。即係佢唔係話高水好多啫喎，明唔明啊？咁所以我話呢隻嘢 O K 嘅，今日35倍 PE，OK 630蚊，即係我自己都有買呢隻嘢咁咯。咁所以你話啊，呢啲就長倉咯，係 hit 眼睛掃落去，除非話個市太差嘅情況底下咧，否則我俾佢嘅抹闊多少少，即係可能用呢個周線嚟睇，因為周線係564蚊啊嘛，即係唔穿條周線都唔好搞佢住，就係咁啦。OK，條日線就穿晒㗎啦，日線穿晒，但係我覺得 OK 嘅，係因為即係我IPO 嗰下300幾蚊買咗啲，跟住再之前溝咗啲，係咁所以咧均價相對健康，心態就強，所以坐多陣冇問題。好啦，咁嗱答埋另外一個啦，就係點解上次話咧就買一隻叫1905咧，一九零五等等啊，我自己啫。好啦，嗱1905咧就係之前有個同學仔揾俾我嘅，今日我呢隻 O 唔 OK，我就幾 OK，就係因為咧佢成間公司嘅資產啊，就係講緊，就有個叫毛宇升啦，即係毛主席啦，係咪？上次講過啦，咁揸住78%嘅，好啦，跟完之後咧呢隻嘢今日只係講緊44億市值嘅，44億市值。但係咧，佢嘅資產負債表裏邊咧係有現金啊，淨係計現金呢個 column 咧就有成74億嘅，最新 update 到2025年嘅12月，OK 6月未出啦，2026年嘅6月未出啦，所以我最新 update，咁有啲74億信唔信得過咧咁樣樣，咁要睇佢嘅總資產咧就有千位人民幣啊。1000億1070億，OK，但係個總負債800幾億，OK，咁即係話佢嘅淨資產咧都有1180億，180億嘅淨資產裏邊有70幾億係人民幣啊，即係80億港紙咧係現金嚟嘅，但係市值只係44億啫，即係用錢買錢唔買生意咧，其實都抵買嘅，即係50% off 喎，淨係買錢都，咁我相信呢隻嘢咧，我覺得啊。佢派特別股息嘅機率好高，OK，無啦啦炸5毫子特別股息出嚟啊，都唔奇嘅，呢啲成日都係有呢啲股票，係即係你今日買7毫子，佢無啦啦俾我5毫子特別股息，OK，嗱咁因為呢5毫子特別股息咧，咁我上到2蚊嘅呢啲，咁咪直 set 嚟就賺息賺價咯，即係我呢隻我有買嘅，OK，再加上咧佢之前派嘅息咧，你見佢咧呢隻50%派息比率啦，佢唔係冇錢賺嘅喎，佢係有錢賺派出嚟。即係話，如果佢係每一年咧係派我緊1毫子息啦，即係佢7毫子咧，即係講緊12厘，即係佢就算唔派特別股息都有12厘，其實搞咁多嘢就係話為咗去揾呢啲收息股啫嘛，係咪？咁有12厘即係按道理啊，我就自己就掃咗好多下嘅，係啊，咁但係就大家量力而為啊，
即係我嘅道理係咩咧？我嘅道理就係、佢有佢啊，我先講我點解會買先。OK，好啦，嗱，佢有58億股啊，呢、個百萬、千萬、億萬、十億、58億股。OK，好啦，然之後咧有間上市公司咧。嗯。咁多仔係2611揸住佢逆向咧七十八點幾%，78.68。OK，好啦，78.68。OK，減100啦，咁即係話咧21%街。OK，好啦，再打開個 CCASS。好啦，其實我講咁耐嘢聽到噶嘛，大家係咪啊？即係我成日咧都有啲唔係好有安全感。有聲嘅。我長期覺得點樣自言自語，仆街嗰啲我驚自言自語1粒鐘。好啦，跟住咧就係佢80幾% 股份咧 out of 咗呢個 A stock 嘅，係即係你見到有 A stock 裏邊咧就係21.29嘅啫。OK，好啦，咁啊減翻啦21.29，咁即係話佢加翻減翻講緊sorry 啱咯，咪啱咯，78.68再減翻100就21.32。OK，咁21.29咧，即係得0.3% out of 咗啫，即係合理地，即係話莊家成手貨都唔喺 CCASS 裏邊。OK，嗱，某程度上面點解莊家成手貨都 non-CCASS 咗啊咁樣？咁即係佢冇擺落 CCASS 咯，即係佢唔會沽啦，一係就場外沽，而場外沽咧係影響唔到個股價嘅。OK，咁即係話邊啲股票影響緊個股價咧？就係呢21.29%。OK，好啦，去到即係有一隻咧，我就話有隻2888叫渣打咁樣啦。咁呢隻嘢咧已經俾我玩咗好多年嘅，呢個 CCASS 得6.4按 CCASS 嘅啫，即係話渣打銀行，你會係渣打銀行，你冇睇錯，呢間係渣打銀行。OK，有93.51% long CCASS 嘅。咁點解呢隻會咁咧？就係因為歐資或者嗰啲猶太資金或者美資咁啦，基本上佢哋係一個你當係有10條友角買咗10% 渣打啦，即係高盛、美林、大摩花旗芬蘭退休基金咁樣，呢一紮啦，我哋買咗渣打啦。OK，咁然之後咧佢就喂，但係我哋買一人揸10%啦，都唔爭在啦，係咪先？買咗10蚊買多1蚊就乾晒啦。咁就話喂，我買多蚊唔緊要啊，我點知你咪出你嗰10%其中1蚊啊？明唔明先？咁啊調翻轉個問題就係、一齊啦10% 出嚟啦。嗱，但係我哋唔係一致人動人士嚟㗎嚇，我用咁樣嘅方法去投名狀決志，OK，導致到嘣一聲渣打銀行咧，就係無端端由40幾% long CCASS 變咗得翻6點幾嘅啫。然之後每一年咧就回購越嚟越 Q 光㗎啦。即係對上嗰年咧，渣打銀行咧係5.27。喂，今日都已經還好嘅咯喎，就6點幾。OK，就係點解咧？嗱，你要望翻呢間嘢，就係到底邊個係喺 CCASS 裏邊，邊個唔喺 CCASS 裏邊，就明我講乜嘢㗎啦。OK，好啦，咁你話望住呢隻嘢咧，就係6.5% on CCASS，即係話到底道理就係2888，邊個雖然講嗰個市值4000幾億，但係邊個有權掌控呢4000幾億嘅市值報價咧？就係4373億。4373億嘅6.5% 咯，即係284億可以掌控嘅，其他嗰4000億咧，愛嚟佢哋叫棉胎，冚棉胎即係擺喺度嘅啫，冇嘢做嘅，我哋缺資嚟嘅啫，咁咯。好啦，嗱，得翻去同一個道理，啫。OK，好啦，1905。好啦，1905就21.3%，即係我道理係咩咧？嗱，佢今日咧44億市值啊嘛。45億市值，好啦，45億嘅市值，當呢度係45億先，OK，好啦，乘翻幾多 percent 啊？21.29，係啦，21.29%，即係45億裏邊9.58億嘅資金可以係叫做決定佢嘅股價到底係幾錢啊？OK，你都可以諗下呢9億幾當係咩咧？佢公司嘅戶口裏邊，你唔好唔記得佢有80億喎。
OK，即係話呢隻嘢基本上，如果佢今日喺公司裏邊攞80億，其中8億，唔計佢100億嘅其他資產啦。好啦，咁佢就可以回購晒街嘅貨咯，明唔明啊？好啦，咁但係就當然啦，佢啲貨咧好簡單啫，喺海通已經7點幾 percent 啦，即係話21%，海通7%，OK，花旗3%，渣打2%，招銀1%，其實匯豐1%，富途1%，當係咁先啦。即係你望住一個倉、兩個倉、三個倉、四個倉、五個倉、六個倉啫，簡單到不得了。望住呢6個倉就知道，其他唔使睇㗎啦。因為呢度都8%啦、11%啦，係咪啊？8%、11%、13%、14%、15%、16%，即係話16% part of 21%已經係得翻5%，5% 就真係95%降咯。好啦，重點就係海通啦，同埋呢個花旗。即係重點呢3個倉咧，OK，我覺得即係話冇嗱簡單啲講，一半嘅街貨就係呢3個倉，一半以上㗎啦，係呢度11啦、12、13啦、1321，part of 13，一半以上街貨就係海通、花旗同渣打，即係話你要滾瓜爛熟知道海通、花旗、渣打嘅均價，大致上個莊家又唔出貨嘅。莊家出貨，即係佢呢個 CCASS 咧，要由21.29提升到25啊、30啊、40啊，甚至乎99.9咧。咁你就代表莊家嗰手貨入咗落去啦。咁但係莊家每出1%都要報 DI 噶嘛？OK，咁你咪喺翻呢度撳權益披露，OK，跟住呢個權益披露，跟住就撳1啦，用股價又用上市公司股票嚟揾個權益啦，跟住撳1905，跟住就搜尋啦。OK，好啦。大股東完整名單啦，嗱，跟住就已經話俾你聽咧，就78.68，OK，由2022年咧到今日都未變過一股嘅，OK，即係 exactly 就係我知道啦，80幾億裏邊咧有講緊44億就係佢自己 hold 嘅，50幾億裏邊啦有45億佢自己 hold 嘅，OK，好啦，咁你望住呢個，譬如係你想望埋咧，實講緊係董事啊，佢哋董事冇報嘅。即係董事冇 hold 貨啦，OK，有個張信君 hold 咗啦，其他都冇 hold 啦，其他都冇 hold 啦，所以咧就係基本上咧呢隻嘢咧就係我自己覺得都已經幫到七七八八嘅啦，就咁咯，咁所以咧基於佢夠光，而公司會有好多錢，所以咧我自己貼佢就係會派口特別股息嘅，OK，而口特別股息咧派完佢58億股啊嘛，記唔記得58億股啊嘛，58億股派5毫子出嚟，即係派29億啫。你唔好唔記得佢戶口有80億，派完戶口都仲係51億，即係派完個戶口都仲係多過市值喎，明唔明先？機會佢派得5毫子，再加上本身嘅普通息1毫子，OK，嗱1毫子嘅普通息除翻7毫8，今日股價已經12厘啦，我當佢5係特別股息，1係普通息，即係0.6，即係6毫子，即係下年假設下年後年唔緊要啊，反正我年年嚼住12厘嘅話咧，佢一派六毫子，而六毫子反映喺30%嘅股息率，隻嘢已經2蚊啦。OK，而2蚊嘅情況底下，反映緊佢今日講緊係7毫8啊嘛。OK，升咗2.5倍，將佢再乘以45億，今日市值都係115億。好啦，即係話 P/B 咧都仲係180億，係講緊0.6幾嘅 P/B，再加上現金戶口裏邊都仲有50億現金，所以完全符合何車就係喺高位2蚊嘅時候出貨啦。OK，即係話我呢邊想莊家，我又成功喺銀行戶口成功攞翻，我唔知幾多成啦，可能9成。OK，因為我擺上網見到啫。只要海通係一班人嚟嘅，雖然當然唔會一個人 hold 晒啦，係咪？可能一班人 hold 住嘅，但係海通本身，你話呢個係咪大價股咧？又唔係大價股喎。咁你海通 hold 住嘅均價係幾多咧？就要去 find out 啦。OK，但係海通嘅均價都未必係真實均價嘅，因為嗰啲頭可以回現金㗎嘛。咁所以我當呢啲一系列當係呢班人嘅話咧，而佢肯派
佢肯派5毫子，即係29億，當中29億裏邊。我當有今日8成，當佢9成先，有10% 街都佢自己手啦，係咪？咁即係話佢有26億成功喺公司度合法地攞翻落字。